屬兔嘅，你想清楚2026年嘅命運，我用八字紫微奇門三路合參，幫你睇通大勢，揀啱方向，少走冤枉路。2026年屬兔有太陽天喜加持，運勢由陰轉陽，事業貴人運旺，過去嘅耕耘開始見收成。記住三招：揸緊合作，勇於創新，保持謙卑，有壓力都係推理升級。感情天喜動，單身亦遇啱頻率嘅人，拍拖已婚嘅要騰出高質時間，少啲忽略，多啲體貼，關係自然升溫。財運正財穩，偏財有機，但唔好貪多無盡，做好資產配置，設定止蝕同現金流，先收到成果。健康留意脾胃同情緒波動，作息規律，適量運動，心定運就定。你可能會問，呢啲指標同我本人有乜關係？應該點部署？重點就係每個人命盤都唔同，同一粒星喺你盤入邊落點入咩宮，同乜星互動，都決定咗實際策略。我會用你嘅八字命盤拆解今年嘅關鍵月份、人際位同財務位，俾你可執行嘅行動清單，何時發力，同邊類型貴人結盟，資金點分配，風險點樣對沖。預知唔等於宿命，而係俾你更多選擇權，將危機變機會，將好事加成，壞事減陣。而家就開個好頭，我送你一次免費八字起盤。想攞到你專屬嘅2026行動版路線圖，睇描述欄跟步驟登記，我會親自為你解讀，幫你喺機遇之年行得更穩、更快、更準。